大家好，我係 Daniel Tam。有冇諗過去巴黎影婚紗相呢？巴黎影婚紗相唔單止係因為靚，而因為成個過程，你會發現影婚紗相呢件事呢，可以變成一場好浪漫又輕鬆嘅旅程，仲係一個人生寶貴嘅回憶。可能你都會諗過去歐洲影婚紗相，但係心入面呢會有好多嘅疑問：會唔會好貴呢？會唔會揀錯攝影師呢？最後影相出嚟影得麻麻地呢？我哋又唔識擺 pose， 我哋又唔係 model， 會唔會成件事好尷尬呢？會唔會淨係影到好多建築物做背景，啲相又冇乜感情呢？其實喺巴黎影相最正嘅地方呢，就係喺同一座城市裏邊呢，可以影到好多元化嘅相。喺市區啦，你可以去巴黎鐵塔、大皇宮、小皇宮呢啲充滿巴黎特色嘅地標，影到啲浪漫又經典嘅婚紗相。而走出去郊外，去到一啲歐洲嘅古堡，嗰啲地方唔單止大氣，入面仲有啲金光閃閃嘅樓梯、彩色玻璃窗嘅教堂，打燈之後呢，氣氛係一流。影出嚟嘅相呢，張張都好似藝術品咁，好有 feel 嘅。你哋亦都唔需要擔心唔識擺 pose， 因為唔同性格嘅客人呢，我哋係會做出唔同嘅引導，等你喺自然嘅互動之中呢，表現出你哋嘅甜蜜，做翻你哋自己，咁咪唔使硬擺咯。呢啲自然嘅反應呢，更加有故事感。無論係大雨定係烈日當空，憑住我哋多年喺巴黎拍攝嘅經驗咧，我哋都會熟悉各個景點嘅特性，點樣應對突如其來嘅天氣變化啦，點樣可以喺短時間內揾到最靚嘅角度，行程亦都會幫你計劃好。我哋好多客人咧，通常第一日咧會喺市區裏邊影一啲標誌性嘅景點，第二日咧就會去郊外影一啲古堡或者一啲靚靚嘅花園咁。2日嘅行程咧已經可以影到好多種唔同嘅風格，夠晒百搭。其實去巴黎影婚紗唔單止係影相咁簡單，仲係一場好唔錯嘅回憶嚟。你可以想象下，你着住婚紗喺啲金碧輝煌嘅古堡裏邊，或者喺巴黎鐵塔前面嗰種浪漫嘅氣氛，唔單止喺相片裏邊會表達到出嚟，仲會成為你哋一世嘅甜蜜嘅回憶。其實喺我結婚嘅時候呢，我都有喺巴黎影咗一套婚紗相。雖然呢啲相呢，我唔會每一日都攞出嚟睇，但係每3幾年呢，或者一啲重要嘅紀念日呢，我都會攞翻出嚟睇下。當年同太太喺巴黎嘅經歷，都係一啲好開心嘅畫面嚟嘅。而我相信再過多10年啦、20年啦，甚至30年後再翻睇呢，嗰份回憶呢依然喺度。嚟緊我哋5月同埋9月呢都會喺歐洲影相。如果你都想去歐洲影婚紗相嘅話呢，就盡快聯絡我哋啦。剩低嘅位置真係唔係好多。如果你哋對喺歐洲影婚紗相有任何問題啊，包括地點啦、禮服嘅安排啦，或者喺時間上嘅安排啦，都歡迎你哋聯絡我哋。我哋都會盡量解答你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